伫咧中华有一个细地一个补习班教师，防指控讲2003年到2015年，甲8名查某学生性侵，也有性骚扰，甚至有被害人出面作证，到今依然受到这恶棒的折磨。经过9个月审理，中华地方法院今日一审宣判，依照对这不满14岁女性强制性交等罪，犯项有19条，甲这个老师呢判刑23年4个月。今年7月，歪小姐出面来指控讲，较早读国字的时阵，互细地补教老师利用下课了后做家教的机会来侵犯，互伊甲担心心拢受创。后壁有其他受害者徛出来。今年1月，检方甲细地教师起诉，而且建请法官加重基刑。法院伫经过9个月审理了后，一审拢总甲伊重判23年4个月遮尔长。没有好好的善尽教导的责任跟照顾学生的义务，反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来逞自己的私欲。那并且他在这个犯罪后的一个态度是否认犯行的。对于8名被害人所犯的共19个罪，定了有期徒刑10个月到7年10月的刑度。中华地方法院讲，细地教师伫2003年到2015年之间，被害人有8个人遮尔侪，犯的罪拢总有19条，而且犯后的态度真歹，嘛好认犯刑，才甲判重刑。歪小姐去年讲，捌做高中老师的细地教师，2017年就捌因为对女学生性骚扰，被判刑入去关。出来了后，搁私底下接案来教课，烦恼个人的受害，伊才会来出面。代师这个部分，其实大部分。他们认为是说还是无法去做原谅，他可能2审就转换诉讼策略嘛，就是可能换用认罪啊，然后可能和解的方式，想要把刑期降低啊。被害人是透过律师讲，对这种结果是表示真安慰，但嘛烦恼细地教师会透过上诉达成降低刑期的目的，希望透过法律，予以合理的制裁，享受受害者一个公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